后来讲到这个暑假是民众考机车驾照的大月，今年因为有疫情，考生要来考驾照，都要遵守着防疫的规定。考出来时有真侪人要考驾照，抑阁受到疫情影响，考生入去监理站，除了爱挂喙安落实防疫措施以外，考照的人数冇限制。我们一天呢报名的网络约是100人啊，那之前3期的时候是只有40个哈，上下午各20个，那现在已经上下午各50个。乌多摆练习场暂停开放，部分的考生表示讲，无练习的机会真正有差，因为伊愿意平常心去面对。其实影响不大，就自己要不要紧张啊，然后要稳定就对了。如果不能练习的话，这样就要自己额外去找那个别的地方有练习的场地去练习。啊，如果可以练习的话，会比较有自信。监理站表示讲，目前注文考驾照的人到8月底进前，逐场的人拢填填。摕这乡亲要考进前，要做好相关的准备，较袂白走一转。台南市